发心所有的众生要早日获得成佛，然后同时也要发心，今年的这个1年时间里面，疫情赶快平息，是不是？平息是不是？是。哎呀，然后战争早日结束，结束是不是？是。战争早日结束，结什么？结束。不然那个战争的地方呢，就是会死很多人，然后就在战争上面死的大部分的人，可能很多都是非常无辜的。比如说一个战争，2个国家的战争上，如果死了1万，或者是2万个人，或者3万个人的话，1万个人里面有没有10个人是发动者，战争发动者，这很不好说。那就是1万个人里面，如果是有10个人的话，那就比较平常，那就是在要不要打仗等等各种方面，就是比较有权利的，那也很了不起。那就是真正的这个发动战争的那些政治人啊、政治人员，那些领导呢，就不一定会死，但是很多无辜的士兵都会死，而且很多无辜的民众也会死。所以呢，那些士兵死了以后，那就是家人也都非常的痛苦，亲朋好友这些，尤其是如果是有父母的情况下，那就是非常的难过，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战争呢，就不光是在发生战争的那个当地那些相互那个作战的那些人在造业，因为呢，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造业。现在来说的话，因为全世界的信息是非常的发达嘛，所以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所以就是今天不管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感觉那么现在不是在2个国家在打仗嘛，对不对？对。那所以就是今天任何一个人看到的时候，都是会有一点的感觉。什么感觉呢？会觉得说，有的人觉得那个现在不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嘛，所以有的人讲那个俄罗斯可能希望俄罗斯打赢，那有的人觉得希望乌克兰不要那么打败什么等等的这个来说呢，就自然而然的一种感觉嘛，所有的人的。那这主要是完全没有感觉的人就没有在造业，只要是对这个方面有一点点感觉的人都是在造业。有的时候就会想同情一下是还好，但是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对另外一方就是有一点点嗔恨心，所以就是在造业。所以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就是相当我们平常我们看到人家的任何一个功德的时候，我们要随喜参赞，对不对？随喜参赞是有什么帮助呢？那就是有很大的功德。如果是看到人家在那个做功德的时候呢，马上你听到的时候呢，你马上就心里有得到一个欢喜，那就随着他的这个功德，就是做一下欢喜回向。这样的情况下，功德是一样的，他做的功德你也同样的会得到他的功德。那么同样的造业一样，然后造业的方面我们就不弄再随喜参赞的，也不弄就是在那个欢喜的事情呢，比如说一个国家出兵要打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在哪里作战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任何的那种希望谁比较打得好，谁比较厉害，谁比较那种，根本就是不能做的。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在看哪里就是有一个军队去什么打谁呀等等这样的时候，我们如果做一点点学习，或者是做一点点自己的内心里面的一种震撼的话，那就会一样的造业。他们有造了多少业，我们也同样的会背这个业。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就像比如说这一次
那么就是两个国家在打仗，所以就是每一个新闻都不同嘛，每一个新闻都是倾向于自己的那种希望而去讲，那就是喜欢哪一个就是会讲的他是最厉害的，然后就这种，实际上来说呢，那当然因为就是实践人就是这样的，不属于自己的业也是会去造。当然，属于自己的业，自己就是养家糊口啊，什么等等，也就为了这些呢，就是造一些业，这是都是避免的，没有办法再离开的部分。但是有些方面呢，根本就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业，也是要去造，所以就欢喜。这一次的话，就比如说喜欢那个拉西亚的人，那就他就希望拉西亚更厉害啊，俄罗斯更厉害。那喜欢悠然的人呢，就有可能那就是希望他们更厉害。因为这种，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心里同情心，但是这种同情心，我们就这样的时候呢，那就会有一些的这个自然而然的同情心也好，自然而然的一些那个有就是我方跟他方一样的一些分别念的说，就很不好的。所以就这些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自然而然要小心注意的地方。当然，对于实践法方面来说的话，你今天喜欢谁，你就为了就是比如说你就夸奖谁、骂谁，这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就是真正的地方离我们还是比较远，所以就不会受到什么。尤其是一个正常的人、普通的人来说的话，就你今天怎么讲都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我们就要观想，我们要修持自他平衡的这个心，我们就是要修舍无量心的一个这样的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这种我方跟他方等等，谁希望谁比较好，希望谁比较不好，这种根本就不能想。我们只能想希望战争赶快结束，人类获得和平。人类获得平安，所有一切的众生获得平安，喜乐，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想的。因为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这样跟你们讲呢？因为现在刚好就是在战争的时代嘛。看新闻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就像在很多新闻里面，当然新闻是很多的那个，不管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任何一个地方。新闻这些都是以政治人或者是有权力的人，为了一个国政，然后就是要有怎么说呢，安排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就这个方面就是当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用语嘛。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学佛人来说的话，那就不能这样，今天就是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全世界的新闻都是要偏向于谁，就是会讲的他比较厉害，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那种严重的那种，那就是这种战争本来来说的话，也是过去的业力带来的，共同的终身共同的福报好的时候，或者是人类一个区域的人的福报因缘都圆满的时候，就会有和平圆满的国王。那如果福报不圆满的时候，也会产生就各种各样的国王。那么权力都在领导人的手中嘛，所以一般的民众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办法那么就，但是这也不能说是要因为是什么人做错了什么什么什么，就不能怪他，因为也是跟你自己的福报有关系嘛，跟整个的人类，就像比如说这一次2年的那个疫情一样，疫情跟整个所有的人的整个人类的这个所有人的福报有关系嘛，所以这也并不是说疫情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来的，什么原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好像是蝙蝠带来的，然后很多人都是写蝙蝠，很多人骂蝙蝠，很多人有些人夸蝙蝠是，那蝙蝠是很无辜嘛，蝙蝠已经是人类吃了这些动物，尤其是汉人吃那些动物，吃到已经是快不行了嘛。到现在又就是说他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实际上也许是一个动物的病，也许是什么样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人类共同的福报不够，人类共同的业力非常严重，
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些疾病也好，灾难也好，然后天灾人祸，全部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众生共同的福报带来的，福报跟那业力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今天我们做共修也是天天必须得要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心，为所有一切众生回向。最后的时候，那我们修的过程当中也是提到本尊如度母，一定要获得人类的和平跟平安那么这么多的这个自然的灾难各个方面，一定要那个早日平息，一定要这样想。结成宝马这么渐渐落，激动的那个烈焰的手。